記住睇到最後有彩蛋。Hi， 大家好，我係灰狼王，好耐冇翻過嚟，25年就快完，今日咧就同大家復盤下我個原創版子盜亦有道今年嘅大數據。好，首先同大家回顧下今年玩咗幾多場先。25年總共係進行咗75鋪對局嘅，然後狼嘅勝率係大概43%。好人嘅勝率係大概57%，然後大道抽狼嘅機率咧就同 theoretical 差唔多啦，都係 around 79%。小道抽狼嘅機率咧就係大概26% 嘅。然後至於神文數量咧都係5神3文居多嘅，有56%。然後6神2文同4神4文咧係各有22%。跟住同大家盤下位置學，即係邊啲位抽得最多大道小道嗰啲，睇睇先。嗱，今年出現得最多大道嘅位咧係6號，總共出現咗9次。第二多就係2號，出現咗8次。然後5、7、8、9呢4個 number 咧都各出現咗7次大道嘅。然後小道最多咧就係出現喺12號位，一共出現咗10次。然後3、4、11呢3個 number 咧就出現咗8次嘅。然後10號出現咗7次。好，跟住同大家講下抽到盜賊最常見會有啲咩身份啦。大道出現得最多嘅身份係小狼啦，其實都唔使講啦，因為4隻狼2隻小狼，總共係出現過30次大道小狼。跟住大道夢魘係出現過17次嘅，然後大道石像鬼一共出現過10次，咁即係話其實大道攞狼嘅機率真係好高。我身邊都有啲 friend 咧係唔知點解抽親大道都係好人，好犀利，即係唔知點樣神之盜賊夫抽出嚟嗰啲咩文守衛白痴啊，或者嗰啲咩女巫獵人通靈師平民咁樣啊，好似出現過一次4張神嘅盜賊，我唔記得咗係咪今年。應該係，因為如果係24年嘅話，我應該復咗盤嘅。嗰鋪咧係大道攝夢人、小道守衛收埋咗獵人同通靈師，跟住小道出現得最多嘅身份係女巫，總共有16次，都唔使講啦，因為你小道見到女巫，其實基本上係一定要攞嘅。你就算見到女巫平民，甚至你見到女巫攝夢人守衛，其實你都係要抽女巫。然後出現得第二多咧，就係小狼同平民。各出現咗12次，然後第3多就係獵人啦。咁當中都包括咗少部分唔太熟版子嘅新手啊、新朋友。係我印象中係見過唔止一次，小道見到個鋪係獵人平民，佢哋都拎咗獵人嘅。其實咁就好危險嘅，因為得2個平民就好容易俾人逃邊。好，喺我身邊狼圈第一 MC 入波，我就嚟訪問下有冇啲咩好深刻嘅。咁其實主要就有2鋪嘅，咁第一鋪就係大專狼2022，唔係2022，係佢個特殊版咧係有玩雙盜嘅。咁嗰鋪話説我隊友，即係嗰場就冇我落場啦，但好深刻佢嘅刀法就好準，直接刀過3張村，佢係因為第一日真通係驗咗平民啊，唔係攝夢人。第一日咁就係我哋一位朋友啦，咁但係原來嗰場係雙道都係狼，就大道石像鬼，小道夢魘。咁嗰場就我隊友落場嘅，咁第一日就推咗通靈師噶啦，咁第2晚就刀村民咯，第2日推銀水村，再刀張村就 end 咗 game 啦。所以呢個版就對我嚟講刀法就真係好考配置，同埋係一個重點。6到10分。係，我記得嗰鋪女巫係越6次直接讀咗落去㗎，係黐線嘅喎，周到係6發動，係啊，因為第一日景上個環節係大道石像鬼發小狼守衛，係埋咗守衛嘅嗰個鋪係直接俾隊友認到嘅，但係女巫斬啱邊之餘，仲要讀到張悍跳守衛，就好誇張。我記得我都有一次，係小道石像，我見到個鋪有守衛，隔人軍肥啦屌！跟住夜晚是但咧，夜晚啲上課周唔到喎，真係狼威，真係周唔到守衛，直接報佢守衛，
就算我爆龍，啲人都冇全場認佢係守衞，係好似我哋站錯，黐線！咁站咗我邊，佢哋出線。其實睇完個波都知好人冇得贏。係啊，同埋好似我啲波小道成場鬼，好似係唯一一次小道中貨。即係我呢波之前 so far 咧，我小道100%好人，跟住大道100%好少話係好人喺小道，但其實之前有段時間小道都好鬼多龍，我係唔知魔獸唔知點解成日雙狼道啊，有陣時黐線啊！但係我又冇，唔係我試過一次咯，我玩咁多次，得一次係我自己係雙狼道，我小道唔係我大道石像鬼。係啊，但其實好多，因為之前有段時間係雙狼道，即係小道係狼嗰個 percent 係30幾，好多。唔知點樣抽出嚟？跳手位食刀，跟住12又跳手位咯。係八神跳手位食夢刀，然後真手位無啦啦跳翻出嚟。跟住女巫差啲龜有睇。係啊，之後女巫話：但係嗰度食刀喎，咁你仲唔係狼咁樣咯？我哋應該，我同阿強應該衝12。係你哋要衝12，因為嗰個其實好人同狼都大翻車嘅喺我心目中。第一日，好人又認錯晒遠，狼又認錯自己大哥，我哋係全部調翻轉㗎，即係狼全部走咗係頭狼，好人全部好大部分可能就都衝好人。因為咧，我就係話我攞住一夢點咧，我都有呢個 error 之後咧，瘋狂回頭去黐孖筋，因為我哋冇盜賊視野啊嘛。係大道石像鬼嘅，一定係大道石像鬼咯，就係知。我唔知邊張係大道。係啊，我投咗個揮俾隻石像鬼，但係我以為知道。係啊，我都以為自己倒勾緊啫。跟住咧，石像鬼個翻嚟壓我入去嚇到撲街，我真係。係啊，咁我話知咩事衝咗佢出街先。我梗係覺得你抽到我啦。係啊，你諗住唔收我？係我都驚啊！咁我老練都衝咗佢出去先咯，我唔會理。石像嗰熱嗰張咧，原本勁大反水，最後又跟翻，又衝翻真魚喎，真通係啊！嗰張平台係原本有人推嘅，係坑位嚟嘅，我一定要拉佢小手去推其他。係啊，因為你諗下，如果認到隊友嘅話，石像鬼驗咗狼咧，點會一堆人？係啊，實有回頭有。所以一定係真村民或者係驗嗰張一定係好人。係啊，因為其實我都講過真相，我哋狼好唔識站，所以嗰邊就唔齊慳咯，變咗。好變咗係。所以第日啲人就全部都以為張石像鬼係通靈師。就個團隊拉得好行啊，就變咗日日出對面團隊啲牌咯。但係原來真相就係嗰張係龍，但係站佢邊個啲都係好人。將大道石像鬼連人帶翻俾人衝出去之後，個女龍就翻車。係啊，呢個係第二個翻車位，第三個翻車位係8神跳守位，站邊真通靈師，直接炸到張真手嚟飛。其實我係佢個位，我寧願跳張8神。唔係因為嗰張8神話淨係拍8神好似。唔夠力去控，其實好夠力㗎啦，可以自認個身份嘛，同埋神多嗰個位置可以開佢牌㗎嘛。係。但係問題就係佢嗰個跳就會亂咗守衞視野，亦都會俾狼揾到。佢嘅底牌又唔係狼，最慘係咧係 PTSD 咧嗰日嘅較早前我另外一鋪咧玩一句魚方就唔跳魚，而家就自到咧，就搞到佢一手係 PTSD 8神嗰張牌跳完手衞之後自刀，好睇人咯其實。自刀呢啲有啲人設咯，係人設啊，冇辦法啊，但係。嗱，我可能係多數係啲可能魔術師嗰啲我先玩下自刀。係啊，會我都試過。或者如果有守衞嘅玩就自刀過下運動，即係嗰種怕俾人睇穿嘅運動。因為我成日都俾人偏手。同埋講呢個版就係揾身份好緊要咯，即係你對於好人嗰啲神同民嗰個坑位要好 firm。都係。係，先就係有鋪我歪晒隊，嗱真空槍局啦，踢咗白絲啦，跟住我幾 firm 嗰張行水係守衞啦，跟住我哋以為某張女巫我哋定錯嗰張女巫，我哋就係中間歪咗嗰一刀，係啊，跟住我最後踢獵人呢個版大領落，佢唔係獵人嚟咩？刀法好緊要啊！死啊！原來張女巫未走啊！就係中間夾咗一張唔係女巫嘅牌喺度，跟住搞到我頭邊奶咗嘢。唔應該倒勾嘅，應該嗰下衝落船，因為結果原來嗰下咧衝埋風咧就衝埋咗落。因為我站錯邊嗰場，
豆窿呢個站錯邊，呢個倒鈎唔識數票。不過我都有份歷史啊，我乜鳩之前都試過倒鈎唔識數票啦。係啊，所以你真係要俾人鬧檢視下。冇計喎，因為即係大家個定位都唔好同。我嗱呢個咧就做狼嘅，好明顯啦。我做狼係窿到傻，你好人。成日都唔識做狼嘅，跟住嗰啲咩數票嗰啲又數錯，跟住劈刀又歪刀咧。所以我玩盜亦有道呢個版，即係可能因為我自己整㗎啦，我自己做狼嘅成功已經係算係好高㗎啦。係，即係可能玩10鋪贏都9鋪。我中意做狼多啲，同埋中意呃下人咁樣，揾下身份。而家係好怕做，好怕做好人而家，窿到傻。成日站路邊。係啊，真係站邊真係弱項。站啱邊 ？OK，你可以咁樣講。唔係排坑啫嘛，同埋其他人都太好人啦，主要係低咗，可能6、7成咁咯。之前狀態 fit 啲可能8、9成，依家可能得翻6成站邊，冇辦法站邊呢家嘢，你好難全100%站啱晒。你就算係大巨老師嗰啲都試過站錯啦，一定。阿虎龍神醫嗰波站錯，係啊，神醫嗰鋪，幾年，嗰波真係經典啊！我頭先出現咗啲放我都唔係啲咩我呢個 back 爆 M， 所以就睇我錄埋個收尾。feature 啦，咁樣識呢個 screen， 我哋個大銀幕。好啦，大家記得 CLS。呢個板子見唔見出閘先？我要睇牌啦，我要講。其實我站錯，我係將單張木。係好點啊？有個小插曲，呢個豬頭頭先拍畫面突然之間扭完血，係啊！我攞住支咪，跟住我揞住咧走開咗，跟住問你搞咩？好似好麻煩，你幫我抽啲咩豬兜？你真係好撚煩啊！你幫我抽㗎嘛？你冇空間。我攞而家先我會認真少少㗎啦，而家。